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进入是耶利米哀歌第2讲的讲塔。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廖双辉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请咱大家来祈祷。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互阮袂清早时会当来听见你的名，愿上帝的神甲阮三个同在，所伫阮的心会当拍开，来迎接上帝的话，成就阮每一天的妈妈，帮助阮会当遵行你的话，遵行你的命令来行，显出上帝你的心意在阮的心中。感谢你保守阮在圣经中台中间，领受你的话。成就阮每一天的快乐，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即个伫即个希伯来书这本册的名叫做《太微怎么会哀叹》伫即个希腊文是叫做 Lamentations 是对 lament 即个字来就是目屎。叫做哀歌这个就是咧讲到因的国家受毁灭，是伫这个哀波月就是9号，就是犹太历的5月9号所发生的代志。这个代志伫主前586年，然后主后70年，主后135年，连续拢是对犹太人伫历史的这个哀波月9日发生的灾难。头一个圣殿是巴比伦来毁灭，第二个圣殿是罗马军队来毁灭。然后伫同款哀波月9日，50万犹太人受害。到最近是1942年哀波月，嘛是由纳粹来定出处理犹太人的最后方案，所以拢总有600万的犹太人伫2战期间受害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多反犹主义，所以咱看到这个灾祸灾难，那安尼一直延伸下去，其实这也是爱对圣经来看上因甲上帝之间的这个上帝和因的这个假释总是毋是讲5月9号上帝要永远的上去，是这个是一种。属灵的精神，爱若无明白，检测着伫即个属灵的精神中间，来失去性命。所以因用即个哀波月的9号，就是圣殿被毁日。不管因是咧来为国家来哀哭，还是来反悔、来认罪，其实耶利米哀歌，就伫遮个代志拢发生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带因来认罪。所以咱昨讲伫即个五圣卷。特别是圣殿被毁日之间，因拢会来读这个哀歌。我相信就是爱来读出上帝互人的一个悔改的心志。所以1章2章是这个讲到因受气杀甲毁灭。第3章是一个最高峰，拢总有60是一个上帝的仰望信心。第4章5章是搁登到这个低谷，但是这个会当对照是1、2章因对这个。每当最下面到4、5章，因要最下面，这个是在耶利米哀歌，当看到的改变，咱昨有讲这个哀歌就是用这个离合诗、字母诗的形式，就是因这个悲伤，会当有个集中思绪所以拢总5首哀歌中间，1到4首都是用哀歌的形式。咱看到的是头一首，讲到主题是灾祸。这个主角是他是谁呢？他就是一个悲伤的寡妇这个悲伤的寡妇，伊在哀哭，就是伊的圣殿圣城陷落败坏，所以这是咱第1首歌的主题。今日第2首歌是讲到为什么因受灾祸，才会祸因。主角是他是上帝的他，伊是啥呢？伊是一个生气的老爸，本来是一个慈父，但是他会生气发生地呢，所以今日第2章的主题就是因伫审判中间的惊吓，
好，咱这个时阵就来请宋会长老传咱来读这个哀歌的第2章，请对第1段来读到第11节1到11节。第1节开始，哎呀，上主竟然发大生气，互锡安见笑，伊将以色列的英华对天迄落地，伊受气日，连家己的脚点圣殿嘛拢无顾念。上主毁灭雅各拢总的草坡，一丝仔拢无怜悯。发大生气，拆毁犹大的堡垒，互犹大甲伊的领袖彻底受凌辱。伊发大生气，消灭以色列所有的溃力。对敌来时，毋伸手保护，伊亲像火焰吞灭雅各，将伊所有的拢烧毁。伊亲像对敌放我开弓，亲像敌人用箭射我。伊将阮勇壮的少年人拢害死。伊的大生气发出，亲像火烧毁锡安的布棚。上主亲像对敌毁灭以色列，伊拆毁以色列的宫殿，互堡垒荒废。伊加添犹大人民的悲伤甲哀哭。伊毁坏伊家己徛起的所在，亲像毁坏园仔。伊拆毁圣殿。上主互锡安的人会记伫节期甲安息日，伊伫大生气中击杀君王甲祭司。上主放弃家己的祭坛，放杀伊的圣所。伊将宫殿的围墙交互对敌，出在因拆毁。因伫上主的殿内大声宣发，亲像伫过节。上主决定要拆毁锡安的城墙，伊有准情要破坏，伊的手无阁收回。伊互城楼甲城墙哀哭，做伙倒坏。锡安的城门已经待伫土里，上主降断城门的门窗，君王甲领袖拢受放逐去列国。锡安无人讲解律法，先知无阁对上主得着印象。锡安的长老坐伫涂骹，恬恬无出声。因刷涂刷粉，衫头壳，身躯穿满衫。耶路撒冷的少女头犁犁，顶到涂骹。我的目睭因为流目屎失明。我的肠仔搅架，我的五脏消炎，我的同胞受焦灭，囡仔甲婴仔昏倒伫城内的广场。多谢伫今日看到这个主题就是伊伊是啥呢？伊就是上主，伊会生气，为什么生气？这就是因想要了解。生气到呢，连家己的脚点圣殿，伊嘛无顾念所以这个圣殿这是甲这个现代作译本拢记起嚟，原文就是讲脚点。所以上帝家己徛这个脚点就是摆脚的地方呢。这是大卫诗篇讲，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这就是在讲上帝伫地上。其实这会当代表圣殿，这嘛当代表约柜，这嘛当代表耶路撒冷所以不管是圣殿也好，约柜也好，耶路撒冷也好，上帝拢无顾念，拢做伙来毁灭，毁灭因遮所有的草埔，草埔就是因徛起的所在，互因无阁有通徛起的所在，甚至第3节讲，上帝发大生气，消灭以色列所有的溃力。这个溃力呢，这也是已经解释过，原文是脚，这个角。伊个角，就是以色列的角，代表是他们的力量，就是因所有溃力。这个角呢，就是代表讲因到底挖靠什么才有这些的力量。其实因就是挖靠
拜神明，拜外国的神明，所以这当作是因家己的甲，当作伊的溃烂，但是上帝甲伊消灭，上帝亲像火来甲因吞灭，拢甲因烧毁。上帝呢，本来是一个慈爱老爸，即马变亲像对敌，卦，就是即个听字啊，来开根啊，搁将亲像敌人用箭射我，将阮勇壮的少年人抬升，搁一届讲着亲像火烧毁锡安的布边啊，所以上帝变面的时阵，就亲像即个。对敌共款，甚至也毁坏伊家己徛起的所在，亲像毁坏园啊，佮拆毁圣殿啊。所以上帝互因伫即个圣殿中间，本来过节过日，而且献祭才祭司才利未人，对大卫对所罗门所留落来所起来，遮所有一切荣华甲遮所有繁华，上帝拢甲伊毁了了，因为上主互惜爱人袂记得做去甲安息日。是大受其中气杀君王甲祭司啊，所以伫遮圣殿王宫，遮个上帝拢气杀，放弃家己的祭坛，伊家己的圣所，伊也将宫殿的围墙交互对敌，就是讲着巴比伦，如何破墙而入，出在因拆毁，拆甲拢无一块石头贴伫另外一块石头的顶悬。伫圣殿上最圣殿内面大声宣哗，亲像在过节。本来是因过节时阵大声宣哗，即马是求仇敌人巴比伦的军队来，伫即个所在当作是灶骹共款。本来是一个神圣的所在，变做是菜市啊，即个乱糟糟，搁安尼会宣哗。上主决定拆毁伊准钱，准钱。就是像上帝的准绳阿摩斯书，用这个画面来形容，上帝的准绳，这代表上帝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有一条线，就是有这条准钱，要破坏伊的手无搁收回，伊互城楼甲城墙隘口做伙倒坏。所以上帝本来上帝话是要带互人祝福，是要祝福互人上帝子民阿东阿伯拉罕代笔，但是上帝即马用伊的话，就是通过这先知的话、审判的话，亚利米先知所讲的话，嘛是一条线，要来毁坏。上帝竟然老爸讲出这的话，锡安的城门已经待入土里，上主降登城门的门窗。君王甲领袖拢受放逐去列国，所以因讲到遮个人本来是有君王、有领袖，然后佫有长老，然后下骹佫有遮个祭司甲百姓就是本来是伫遮个城门中间生活，上帝安搭伫遮来管理即个耶路撒冷的人呢，一个拢无去，笑路头落耶路撒冷的笑路，头落担到涂骹，真正就是已经埋头，垂头丧气地伏地上嘛，就是因已经拢无都仰头抬不起头。卦即摆得来到11节，就是即个诗人作者。就是亚利米，目睭因为流目屎失明啦，就是看甲已经流目屎，看甲无多，目睭拢毋是甲正起来，目睭已经袂当看着，拢袂当看着物件。当啊甲棍五脏烧羊，东宝受遭灭，囡仔甲婴仔昏倒伫城内的广场啊，所以因拢无物件通食，所以伊即马就是讲到家己的即个身体的情形啊，是非常即个身躯野烂，规身躯拢毛病，大家佫无物件通食，所以对继续落去，佫请宋会长老传来读，对12节，读到最后22节。第12节，因亲像受伤的战士，昏倒伫广场。伊老母的心情慢慢断开，因问老母讲：有啥物通食无？有啥物通啉无？耶路撒冷，我会当替你讲啥物？
我会当用什么比定你？是安，我通用什么甲你比较来安慰你？你的空喙亲像海，遐尼大，啥人会当甲你移除？你的身体看见的是无影了，骗人的面相，因毋捌指出你的罪，你悔改，免受了。因看到你的是虚鬼，也迷路的灭事。所有过路人拢拍破啊，抬头起笑耶路撒冷讲：这剑是人伫讲，迄个是全是你的城。这剑是全世界的人拢伫恶路的城。所有对敌拢甲你推上，因取笑你，家己客气讲，阮已经将伊吞灭啦。阮就是咧庆贺一日，当阮亲目看到了，上主已经完成伊的计划，实现因早前定着的警告。伊拆毁一丝仔拢无留情，要对敌对你宽口，互因耀武扬威，要对身底求救王、求救主，耶路撒冷的城墙人。愿你的目屎亲像江河直直流，日日无停。愿你的目睭也目屎无休困。就伫答案换天的时，起来求救，起来求救。当上主吐露你的心声，亲像饼水。就举双手为着你的囡仔的性命祈祷，因伫归路枵甲要死去。上主叫你看，我你敢捌按你甲人责罚过？有的人敢通食家己所生所养饲的婴仔，这是甲先知，哪通伫上主的圣殿受杀害？少年人甲老人拢倒伫过路，少女甲青年人拢死伫道下。你生气的日，甲因杀死，一丝仔拢无留情。一对四面交织外对敌，亲像叫人来过节。上主生气的日，无人会当逃脱，会当保存性命。对敌乃是我所有拥有的礼物。以上。好，感谢。咱继续看到是上帝这耶利米形容，伊目睭青面，跟肠仔加滚，五脏消阳，东宝受糟灭，这囡仔婴仔，拢昏倒，亲像战士昏倒伫广场，伫老母的胸前慢慢断开，就是已经安尼失去因的性命，甚至要断开进前，阁问老母有啥物通食无，有啥物通啉无，表示因连要啉要食的物件拢无，真是夭死饿死。耶路撒冷，我会当替你讲啥物？就是讲就是讲这个情景呢，遮尔啊凄惨，耶利米伊一直哭流目屎，但是伊毋知要安怎来安慰这个婴仔，这个老母啊，这个老母家己的囝儿、婴仔、囡仔才会拢死伫渐渐来死，伊会当用啥物话来安慰呢？通用啥物来甲你比较来安慰？就是无比这个较惨的，伊会当用找到一当比这较惨的，互伊心里面好过一点。你的空喙就是受伤的地方，亲像海遐尼大，啥人会当甲你医治？但是应该是讲啥人甲你拍甲安尼，但是拢知影就是上帝，本来是主的上帝，这个人甲伊拍甲安尼。然后14章讲到你的先知，就是这假先知，是无影接骗人的异象，伊毋捌指出你的罪，所以这是因的重点。就是因咧明明伫犯罪中间，但是却无互因提醒，无对因讲实话，拢无互因悔改，来毋免受掠，颠倒因传互你的是虚假，行迷路的别事，讲平安平安，无事无事，即点面就好啊，轻轻的医治上帝的百姓啊，轻轻呼呼的医治上帝的百姓，就是因无真正对伊的空喙，安尼凊彩甲打一个，砍一个，安尼就讲好啊好啊，病好啊，无代志啊。
所有过路的人就拍婆啊，害头踢球。讲这个城不是迄个全美的吗？完美的城吗？是全世界所歌颂的诚意吗？为了这个城诗篇内底，偌侪诗篇在唱歌在学咯这个城呢，所以对的拢甲你配甲你配上哦，就是因甲你踢球咬牙切齿的憎恨你啊！讲我已经将伊吞灭了，就是在听好记忆的，所以这个事实成就跟先知所讲的刚好是相反，所以在先知伫第一顶讲真好听的话，大家拢去讲甲马西，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互人变做是见笑，人拢来甲因踢笑。上主已经完成伊的计划，实现伊早前定定的警告。所以耶利米书就是国较早，伫即个国家伫要灭亡的40年前，上帝就讲要灭亡之前，以赛亚书百几年前，即个约珥书嘛是百几年前，上帝就拢已经有在讲起着遮个代志，伊拆毁一丝拢无留情，伊互对敌对你夸口，互因耀武扬威啊！所以就是因真正担头累担到头骹。就对心底求主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所以这是就是因要祈祷，但是这无讲祈祷，是讲对心内底心里面求救，求向主呼求啦，就是对着这个代志咧，人唔通点，毋是只有伫遐戆的去互老爸来拍。就爱开喙，就爱讲，老爸实的我毋对啊，毋通搁拍。愿你的目屎亲像江河直直流，绵日无停。愿你的目睭流目屎无休困。所以就是讲，爱真正悔改，爱真正畏罪忧伤，就伫答案换紧的时，起来求救，就是袂使一暝内底拢好好休困。就爱困一更就爱起来，祈祷一解，每一更就爱起来祈祷一解。上主吐露你的心声，亲像饼水啊，就是把水流出去啊，将心内底积起来这些情绪呢、忧伤呢，向主来祷告，着举双手为着恁的囡仔的性命祈祷啊。所以拄着这个代志要安怎？只有祈祷，搁再祈祷，不断的祈祷。因伫过路要甲特别死去，就是已经这个代志已经发生啊，毋通搁无祈祷，毋通搁毋敢祈祷。上主求你看你敢毋敢，叫你减捌安尼甲人责罚过，有的人减通食家己所生所养饲的婴仔。就是这互咱看到伫耶路撒冷被包围18个月当中，因连肉拢无，饼拢无，迄个耶利米书只有讲到说吃到城里面的最后一块饼啊，耶利米还有分到，但是呢，无饼的时候要安怎呢？就是开始食人啊，食什么人呢？就是食迄个袂当讲话，迄个婴仔，囡仔，所以。这是甲先知那谈伫上主圣殿受杀害呢？这是不应该的，但是竟然因伫因惭愧所在受杀害，所以这少年人、老人、少女青的人，拢伫上帝受气的日，甲因抬死，一丝拢无留情。上帝对四面召集。伊的对敌，亲像叫人来过节，甲头前讲的同款，就是本来是敬拜上帝、欢喜过节所在，即马是活国人，来遮欢喜来掠人的所在，无人会当逃脱，会当保存性命，对敌台死我所有拥有的儿女啊，所以这个我呢，又回到了第一章里面那个忧伤的寡妇啊，就是这个亚罗撒冷亲像一个妈妈，住伫这个城内底就是伊的囡仔，但是这个妈妈看到这内底大人一个去互掠走，所以这个妈妈非常的悲伤啊，但是今日这章咱就看到，因也这个哀歌在检讨，就是因为因的王、因的官员、因的祭司、因的先知。因的长老、因的百姓
拢伫遮犯罪，所以无来面对上帝，互因的话无来接受，才会递到伫遮痛苦的代志来发生。就讲上帝也毋通阁安尼，毋通阁拍，但是已经上万啊袂赴啊，上帝一定爱做到到，一定要把这些的话，这些的事情，第17节，就是上主爱将伊的计划，将伊定着的警告，拢爱来完成，安尼这个管教才当结束。所以因的祈祷只是能够上主顽劣记的讲，买当紧来甲这个代志来发生。今日的17章，第2章，这个重点，就是上主已经定着，这个定着无人会当改变，就要互上主拆毁，将这个代志来发生，人才会记得上帝伊讲的话是要讲话，伊有算话啊，伊毋是安尼，亲像肯德基爷爷，安尼好。安尼信地真好，上帝是说话算话，一定爱做到到。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宋会长老，请咱做伙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阮知影你是一个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所讲的话是真实，你所讲的话是大有气力，你所讲的话是要互万百姓、互众人会当来。明白上帝你所爱是啥物？总是人伫软弱、伫罪恶、伫骄傲中间，煞无将上帝话藏伫心底，刻伫石板的顶悬，煞无好好记伫心肝头。愿上帝，互阮每一届听到你的话，互阮会当谨慎，也互阮会当明白，也互阮知影上主你所要做，一定要来成，阮袂当比悬过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也悬过阮的意念，互阮通学习明白顺服伫上帝你的带领下面，也愿上帝甲阮正兄弟姊妹同在，互阮的心有上帝的话，也诚做你的话会当诚做阮及时的帮站，亲像骹前的顶甲路上的光，照光阮每一工今仔日的生活，阮的献上感谢祈祷恳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感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